血淋淋涼有故講，今日講下九江鄉人關敬雄。據70年代版嘅內米三邑總會館書略記載，關敬雄係出生於越南嘅內米九江鄉親，曾返過九江讀小學，中學就打繼廣州姜亞中學讀，自細接觸嶺南文化，對粵劇有濃厚嘅興趣。佢打繼戲劇專科，學習旦角。咩叫旦角？就係戲劇一個角色嘅名稱。你可以自己上網查一查，佢係用藝名關敬雄登開表演。佢住過小學老師，後就參軍當戲劇宣傳主任。退役之後自任編導，帶領劇圈到處演出查獨唱。1939年1月，應舊金山大武開戲院嘅老闆聘請掛去美國，之後就定居喺一嶺。打繼美國先後擔任大中華、大明星、聯藝等多個粵劇圈嘅劇務主任。關敬雄先生非常樂於助人，特別係粵劇界嘅空巷。李小龍嘅老豆李海泉同關敬雄係粵劇界嘅空巷老友，有本李小龍不朽的東方傳奇嘅書，曾經多處提到關敬雄先生。按書中所講，佢係李小龍1959年重返美國嘅引流人之一。1959年初，屋企人將正話得19歲嘅李小龍孤身一人送去佢嘅出生地美國舊金山。李海川就冇辦法親自陪佢，佢就委託關敬雄接應同埋照顧佢嘅仔。李小龍啱啱到美國嗰陣時，係寄住喺關敬雄屋頭。由於有關敬雄嘅照顧，李小龍嘅生活同埋工作都可以順利咁融入。關敬雄就通過自身嘅關係，為李小龍介紹舊金山武術界嘅因素，並幫佢喺個社區入邊開設叉叉舞學校，為李小龍早期喺嘅美國嘅社交同埋事業嘅發展奠定基礎。後來因為李小龍對舊金山漢人街嘅環境唔多滿意，李海川就通過關敬雄聯繫西雅後嘅粵劇空巷周少平、周劉弼兩婆，幫李小龍就轉去西雅後生活。呢一個安排間接促使李小龍打繼西雅後開啟溝學同埋武術教學嘅生涯，成為佢人生一個重要嘅轉折點。1959年6月，李海川就去紐約演出，係關敬雄幫李小龍買機票，呼一聲飛去紐約，直接促成佢兩隻把異國圈在。呢一屆會面唔單止緩解李小龍書香書親之情，亦俾李海泉喺度一個仔嘅成長，更加堅定咁支持個仔嘅美國發展。關敬雄打繼李小龍赴美初期扮演監護人嘅角色，既係生活上嘅支持者，亦係事業發展嘅引流人，深刻咁影響李小龍打繼美國嘅早期經歷。關敬雄、李海川父子三人嘅關係，體現粵劇界空巷互助嘅傳統，亦體現關敬雄對後輩嘅無私關懷。關敬雄對粵劇嘅傳播同埋傳承都有一定嘅貢獻，編寫多部效有家國情懷嘅粵劇。關先生先後編有《七虎鬥針慳》、《蓮花港六郎》、《五虎下南篇》等粵劇。20世紀40年代嗰陣時，佢仲主編過《美洲戲劇特刊》，撰寫過一批有關粵劇嘅專論文章。佢自己著寫有《兩州詩集》一卷。60年代到70年代，組織過多屆粵劇戲班，
到美加各地演出。非常可惜嘅係，1966年佢因心臟病發過身，但係佢生前已經立下遺囑，將遺產捐贈給東華醫院同埋僑校，真係善行嘅榜樣。今日先講到呢度，歡迎大家點讚同埋關注。血淋淋有故講，講就講話，聽就講古，多謝大家。